土库囡仔的红仔册。馆长的话，每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爱说故事、爱听故事的小精灵。故事的王国里无所谓，主要赶梦想，没有不可能。做就是会都市引轮的魅力，会都市创造梦想以改变生活的最佳方式。在这全球化时代里，既被本土艺术以认同本土文化，是我们应交给下一代的知识宝藏。推动本土语言阅读，是刻不容缓的要务。土库国小的囡仔真不简单。经过文化处以土库国小一连串本土语言推广课程的培训后，能在故事的天地中尽情的挥洒，编织出一篇篇饶富童趣的故事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本红仔册中全部都是以咱重要的本土语言闽南语来创作，阅读起来很熟悉、很亲切、很趣味、很生活。正用在此特别感谢黄静茹校长、各位指导老师以文化处工作团队的努力。土库囡仔红仔册的出版，对于本土语言阅读的推广已深耕功不可没。正用认为土库囡仔红仔册传递的不只是故事，更是故乡满满的温暖。翻开它，阅读它，触摸它的温度，你一定会爱上它。婚林馆馆长李进用警注：中华民国104年4月